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23，箴言14章29到30節安尼講：袂快生氣是大聰明，無耐心的顯出愚妄。心平靜，互身體健康；怨妒，互骨頭傷爛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無快生氣，心平靜，互身體健康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主愛聖潔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因為你是滿有恩典甲公義的上帝。願佇你的面前謙卑拍拜，要承認阮是有罪的人。主啊！願懇求你，佇阮的生命中，賜落你的保護甲看顧，互阮佇生活中，逐時逐刻攏尊你最大。主啊！佇你有憐憫、有恩典、無快生氣，閣有豐盛的主愛。主啊！你用無比的疼來疼阮，你希望阮佇生活中也安尼去款待人，因為袂快生氣的是大聰明，無耐心的顯出愚妄。心平靜，互身體健康；怨妒，互骨頭傷爛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